返到去紅色展櫃，見到嘅一個主題係中國嘅織品。中國有4大名繡，包括越繡，又分廣繡同潮繡、蘇繡、雙繡、蜀繡。中國嘅刺繡追求天人合一嘅境界，較多以花鳥魚蟲、山水人物或者詩意去表達情感，遠睇似畫，近睇精細。西方而言就係比較着重立體剪裁。眼前呢個繡球花服飾係女士穿着嘅，由佢嘅面同袖口嘅底都有刺繡，就可以睇得出佢係一個貴族婦女所穿着。下方就可以見到一本書籍描繪當時貴族婦女着住咁樣服飾嘅畫像。服飾嘅右邊係小朋友佩戴嘅雲肩，都係嚟自清代嘅。另外亦有山西嘅虎頭帽，小朋友佩戴用嚟辟邪。旁邊嘅荷包聽講係以前清代皇帝都會送俾一啲貴族公子哥兒嘅貼身物品。另外呢個瓷器同隔離嘅織品有咩關係呢？其實聽講清代官員收工嘅時候會將佢哋嘅官帽放喺呢度嘅上面㗎。